下《西遊記》。我哋由青海省嘅望崖入到新疆，咁我哋就由樓蘭古國個博物館，即係呢個藥疆，一路揸呢條高速公路，一路揸900公里去和田。呢條高速公路就係古代絲綢之路嘅南線，北邊係世界第2大嘅塔克拉瑪干沙漠。琴日住咗喺藥疆，即係古代嘅鄯善國，而家經過且末國、精絕國，今晚會去到古代嘅于田國，即係而家嘅和田。和田嘅市區好熱鬧啊！呢度係和田博物館，咁啊聽講係全國最多乾屍嘅博物館啊！博物館大堂展示嘅係5星出東方利中國嘅文字織錦。尼雅古城遺址係漢晉時期精絕國嘅故地，喺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中間。漢晉嘅夫妻合葬墓裏面出土嘅5星出東方利中國呢個文字嘅織錦互駁，係織錦裏面嘅絕品，亦都係呢度嘅鎮館之寶。自從漢朝開始，紡織技術就由中原傳入去西域，發展出鮮豔獨特嘅艾特萊斯絲綢，一直流傳到而家。由尼雅古城出土嘅佉盧文書係考古嘅大發現。佉盧文係已經失傳嘅文字，以前淨係喺佛經上面出現過。呢度出土嘅800件佉盧文木簡，有文告、信、指示，內容幾乎牽涉到當時生活嘅各個方面。呢張係離婚判決書，呢張係賒酒賬單，呢張係供給俾鄯善王子嘅物資清單。據講和田市博物館乾屍數量第一，淨係睇館裏邊展出嘅已經有10幾個啦，男女老幼都有。得益於沙漠天氣乾燥，呢啲乾屍保存得好完整。新疆玉石出于田，呢塊玉石應該有幾噸重啦。趁而家有機會認住啲玉石嘅樣，等一陣去玉龍客集河尋寶。下一個節目係去玉龍客集河執和田玉。市區裏邊嘅河道全部已經圍起晒，唔准落河。我哋揸車去咗10幾公里嘅81鋼材銷售市場，旁邊有路可以直接揸車去到河灘。呢條玉龍客集河呢，就由昆崙山呢邊呢喺呢度流出嚟。咁啊，山上好多玉礦，咁啊大水嘅時候、洪水嘅時候，將玉礦沖爛咗呢，
就連石頭夾雜啲沖嚟變晒鵝卵石。咁嗰啲玉礦磨到變成一嚿嚿圓啊細嚿嘅啫，就係佢哋叫做籽料啊，就係嗰啲白玉，即係和田玉嘅白玉嘅籽料，就會喺河呢度執到啊。每年嘅夏季，崑崙山融雪，河水暴漲，會將新一批玉石由山上面沖落嚟。而家秋季啱啱水退，係最好嘅執玉嘅時間啦。近岸嘅河灘一早就俾啲鄉民執到乾乾淨淨啦。加上我哋毫無經驗，執到靚玉嘅機會微乎其微。我執咗翻先咯，我去街市問下人哋。但係可以執翻啲靚嘅石頭，翻屋企擺魚缸欣賞都係好嘅。嗱，呢度有啲鄉民揸咗電單車擺低，行去河中心執玉啊！佢哋唔係，佢唔怕污糟咪得咯。啊！如果想有大收穫，就必須要更水去河中心嘅石灘。可惜我哋時間又唔夠，裝備又不足，唯有放棄啦。呢塊係啲鄉民執到啲玉，俾我哋睇下。如果攞到去市場上面賣，大概300蚊一塊度啊！我哋行睇下先。呢啲建築幾得意啊！呢個用磚。喺一條小巷裏面揾到一間叫做團成人家嘅餐廳，係傳統維吾爾族風格嘅大宅。室內嘅裝飾豪華得嚟又好樸實，全部係木嘅構造。呢間餐廳專做本地人嘅生意。服務員淨係識講維語，我哋都傾咗好耐，先至落到單嗌嘢食。呢間係新疆傳統裝修維吾爾族嘅餐廳，但係咧佢即係全部木結構、木挑花、木砌出嚟嘅嘢。咁啊，呢個套餐好抵食啊！一個乳酪加一個羊肉撈麵，我哋分2個人食得夠啊！加1串燒烤羊肉係40幾蚊啊，38蚊。咁我另外加咗2串羊肉，咁啊夠晒啦。睇個羊肉。呢個紅柳啊，呢個係加嘅，紅柳烤羊肉係加嘅。鐵籤嗰個咧就係原裝嘅，呢個就原本嘅。咁啊，呢個餐廳值得推薦啊！和田市嘅吉亞鄉係新疆真絲嘅原產地，呢度好多鋪頭都係專賣艾特萊斯絲綢。約特干古城係起於公元3至8世紀。係古代于闐國嘅都城。
嗱，玄奘法師咧出關嘅時候咧，就係我哋上次喺瓜州，佢瓜州就係喺敦煌有個朋友帶佢喺瓜州呢個摩壁清泉嗰度偷渡出境嘅。咁但係佢帶咗675部經書咧，喺西域喺印度天竺帶翻嚟嘅時候咧，就經于闐呢個古城，于闐王幫佢申請翻個護照，叫關照，同埋申請晒啲手續咧，就由于闐正式攞翻晒啲手續，翻去長安嘅。咁我哋而家入去呢個于闐古城睇下先。于闐國不僅係西域佛教王國，喺唐代仲係4個安西都護府之一，同中原嘅關係密切。于闐音樂響起，古于闐嘅玉蓮門打開，我哋一齊入去古城。跨越千年歷史，穿梭於充滿獨特西域景色嘅市井街巷，同粟特商人、駱駝商隊、城中嘅攤販一齊歡聚一堂。最後去和田夜市，感受下西域嘅美食。